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995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第100天。为了在特朗普1月20号正式上任前夺回库尔斯克，这个普京已经开始孤注一掷，发起了库尔斯克会战。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是俄军已经集结了5万大军，想要夺回库尔斯克。大家也知道乌军现在在库尔斯克是防御，俄军要在这个剩下不到70天时间里面拿下库尔斯克，可以说是非常困难。加上现在天气严寒，对这个进攻的一方也不太友好，所以这个俄军在库尔斯克选择一队又一队的冲锋把原来这种班组级的冲锋加强到排级以上的这种强度，也就是几辆装甲运兵车一起上，这种持续的人肉冲锋企图用这种高压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但是乌军显然在这3年里面已经成长起来，不仅有着炮弹的优势，还有无人机优势，主要是精度这个在炮击的技术质量方面远远超过俄军这个对这种排一级的冲锋可以说是致命的。根据网上流传的库尔斯克战役的图片还有视频，在通往马拉洛赫尼亚的公路上，俄军的机械化部队强大攻势被乌军瓦解并击退，14辆俄制装甲车被摧毁。战场上还发现了散落的朝鲜的74型自动武器，这个也说明朝鲜部队恐怕已经在库尔斯克参战了。在库尔斯克俄军连续派出5个装甲纵队沿同一线路反复攻击，每次冲锋都被乌军有效击退，摧毁了装甲车在道路沿线堆积，令人不忍直视俄军机械重复的人海冲锋只是加剧了自身损失，既未突破乌克兰的防线，也未在战略上赢得优势。这个基辅的官员说周一是俄罗斯在战争中遭遇最惨重的一天。从乌克兰军队手中夺回库尔斯克的尝试中，俄军损失了1950名士兵。俄罗斯第7独立机械化旅发言人布利希克表示，昨天对于试图分5、6波进攻的俄罗斯来说是黑暗的一天。这个俄罗斯海军陆战队好像是810旅吧，在库尔斯克地区发动袭击的后果，这个袭击地点就在普夏尔河沿岸。这个810旅打算在最近几天渡过这条河，陷入泥潭的坦克装满了电子战设备，大量被逼的人员随处可见。也就是乌军就在这个封锁了这个河道，俄军要渡过这个河，结果大量的装备坦克电子战设备被摧毁。根据这个韩国情报机构称派往俄罗斯的朝鲜军队已转移到库尔斯克前线地区，并已经开始与乌克兰作战。这个美国的叫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帕特尔他也证实说超1万名朝鲜士兵已经抵达库尔斯克参战。大家看视频Incredibly concerned by Russia's decision to turn to the DPRK to supply soldiers to continue their brutal war against Ukraine. Today, I can confirm that over 10,000 DPRK soldiers have been sent to eastern Russia, and most of them have moved to the far western Kursk Oblast, where they have begun engaging in combat operations with Russian forces. Russian forces have trained the DPRK soldiers in artillery, in UAV, and basic infantry operations, including trench clearing, which are critical skills for frontline operations. However, Russia's battlefield success using these DPRK troops will in large part be dictated by how well the Russians can integrate them into their military. Some of the challenges they would need to overcome are interoperability, the language barrier,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is consulting closely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in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on these developments. As you still all know, the Secretary, of course, is on his way to Europe for engagements at NATO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here I have no doubt this topic will come up and be discussed, and will continue to consult appropriately in close coordination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at the direction of President Biden, we're continuing to surge the security assistance that we are providing to you. 从目前这个情况看这个普京为了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可以说是孤注一掷这个100天以来
啊，俄军向俄罗斯境内就是库尔斯克地区一共投掷了3500枚就是 FIB 炸弹，有的是3吨重的那种炸弹，还用无人机在其领土上投放了2462枚爆炸装置，使用了2175枚弹无人机。可以说啊，为了赶出乌中啊，这个俄罗斯在自己的领土上实行了这个焦土政策，一枚 FIB 这个喷溅炸弹炸的那个坑啊，恐怕有一个足球场大。同时啊，俄军在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前线也加紧了进攻啊。根据这个新华社的报道说，基辅军方一名发言人12日表示，俄罗斯正在集结步兵和装甲车，同时加大空中轰炸力度，计划于此后沿乌克兰南部前线发动攻击。扎波罗热地区战斗升级将对乌军构成重大威胁。乌军已在顿涅茨克东部地区和位于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处于防守地位。这个乌克兰的安全局啊，又干了一件大事，他们策划了一起啊，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叫舍普琴科大街上刺杀这个黑海舰队导弹舰指挥官，叫特兰科夫斯基。这个特兰科夫斯基当时啊，坐着一辆小汽车，在这个塞瓦斯托波尔的叫舍普琴科大街上，结果啊，他那小汽车被遥控爆炸。据说乌克兰的特工人员啊，已经监视了他1周啊，选择这个时候啊引爆炸弹，爆炸导致他双腿被炸断，因失血过多而死亡，也就是在大街上结束了他不光彩的一生啊。这个黑海舰队导弹舰指挥官叫特兰科夫斯基啊，他就是那个下令从黑海向乌克兰境内平民目标发射巡航导弹。2022年7月，他利用卡利布尔舰炮袭击了文尼察，造成29名平民死亡。他还多次炮击奥德萨和其他和平城市，造成许多平民死亡，所以他被乌克兰的这个特工啊盯上了，也要实行斩首行动啊。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啊，这个乌克兰总理啊施密哈尔表示啊，乌克兰从美国获得了13.5亿美元的赠款，用于支持人道主义和社会项目，也就是这个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啊，那不光是武器，还有其他的一些人道物资啊。这个芬兰对外贸易和发展部维尔塔维奥宣布追加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支持乌克兰教育改革，以及50万美元用于改革学校伙食。这芬兰对乌克兰的援助啊，那也是不遗余力啊。扎罗日内说啊，乌克兰正在与英国谈判，每年培训5000到7000名学生，为未来担任公务员，这应该是为加入欧盟做准备。也就是这个英国不仅为乌克兰培养士兵啊，培养军人，还要培养公务员，以便于乌克兰加入欧盟啊。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啊和英国首相斯塔默两人在这个爱丽舍宫会晤以后啊，发表这个公报。马克龙和斯塔默重申，他们就决心在必要的时间内支持乌克兰打赢俄罗斯的战争。也就是啊，两国领导人重申了密切协调的承诺，强调决心在必要的时间内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击败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这个马克龙啊还强调必须捍卫欧洲自身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利益和责任。不管怎么说啊，这欧洲啊主要几个大国，英国、法国、德国目前都在表态，具体的他们能不能团结起来啊？这个一如既往的加大力度支持乌克兰，这个不好说，但是至少目前他们态度上已经越来越积极。这个11月12号啊，这个英国的前首相约翰逊，就是那个金毛啊，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警告说啊，如果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决定削减对基辅的财政援助，英国或将向乌克兰派兵。这个约翰逊啊对媒体说啊，他说我们为什么支持乌克兰人？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重新崛起的俄罗斯将严重削弱我们的集体安全，并对欧洲多个地区构成威胁。到那时，我们将不得不付出代价，派遣英国军队帮助乌克兰。约翰逊还表示啊，支持乌克兰是良性投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欧洲将面临更大的威胁，尤其是对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国家而言。约翰逊表示，乌克兰战败的后果将波及太平洋地区以及南海。如果俄罗斯赢了这场战争，对大国啊那是十分不利。有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以为俄罗斯要赢了这个欧洲，那么大国和俄罗斯力量就会更大，可以对抗美西方。实际上这个想法啊，就是太不了解俄罗斯人。普京如果赢了乌克兰战争，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请求美国和欧盟取消制裁，否则的经济搞不上去。他如果把这仗打赢，他凭什么能让欧洲和美国取消制裁？只有一个透明
名状。这个时候就是俄罗斯牺牲大国利益的时候了。相比较大国啊，俄罗斯在经济上更依赖欧洲、欧盟啊。这俄罗斯历史上、传统上，它也是心向欧洲啊，心系欧洲。这个布林肯说啊，俄罗斯将朝鲜军队卷入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需要坚决回应并予以应对。根据他的说法，北约将向乌克兰提供一定规模的军事援助，使乌克兰武装部队能够在2025年继续战斗。拜登政府打算在特朗普就职前最大限度的支持乌克兰，并加强北约。这个说一千道一万啊，天天唱没有什么用，赶紧啊，在拜登下台之前对乌克兰的武器进行解禁，而且越快越好，要给乌克兰时间呢，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先把这个俄罗斯边境线300公里以内的这些军事目标都锤一遍啊，这是正事啊，这个比什么都好，对吧？这个拜登啊，布林肯啊，抓紧时间，不能光说不练。当地时间11月12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进行电话交谈，双方讨论了俄乌局势最新动态、对乌安全援助等。美国防部称啊，奥斯汀重申了美国总统拜登对增加乌安全援助的承诺。乌梅罗夫也在社交媒体上称，向奥斯汀通报了俄乌局势最新动态，双方就加强军队建设进一步措施，以及在2024年年底前为乌军士兵提供支持进行了讨论。你看看啊，现在还在讨论，你说马上就要退休了，对吧？马上就要卷铺盖走人了，人走茶凉，对吧？现在还不抓紧时间对武器解禁？关于武器解禁啊，这个俄罗斯是最害怕、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所以他每天都要恐吓啊，恐吓拜登。这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赫罗娃当地时间11月13号表示啊，说这个英国媒体日前报道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有意试图说服美国总统拜登在其总统任期结束前取消乌克兰使用英国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打击俄罗斯腹地的禁令。扎赫罗娃表示，如果基辅政权获准进行上述打击，俄罗斯将认为北约国家事实上进入俄罗斯的直接武装冲突，这将改变冲突的本质、性质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后果。就针对俄领土使用西方远程打击系统，俄方将进行不可避免的且毁灭性的回应。扎哈罗娃还表示，俄方想提醒美国、英国、法国和北约，他们仍在玩火。你看看啊，越是恐吓，越说明他心虚心慌啊。所以说，为了防止特朗普上台以后啊抛弃乌克兰，你最好的办法，这拜登啊，你搞什么政策都没用，因为特朗普一上台会改，对吧？你立什么规矩？特朗普只要上台之后，你只要是特朗普上台以后还需要执行的政策，特朗普都可以叫停，这或者他给你改了，对吧？或者他给你变相的不执行，你也没什么脾气，反正你已经下台了，人家怎么玩怎么玩。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前，造成既定事实。现在啊，如果证实朝鲜士兵啊真的参战了，那足以说明地保老人根本就没给特朗普面子。特朗普前不久还打电话威胁地保老人，对吧？不要升级战争，结果人家就要升级，让这个朝鲜士兵下场。当然了，俄罗斯不承认普京和特朗普之间打过电话。这个普京玩的也很高明啊，他现在让朝鲜士兵参战，等到特朗普一上台，他可以跟司令官两人同时宣布，对吧？朝鲜士兵光荣完成任务，撤回朝鲜或者撤回俄罗斯什么地方休整，给特朗普一个面子。你看你特朗普你一上台，咱们立马战争就降级，朝鲜士兵都不参战了，这面子给的。但是你这是赤裸裸的在耍特朗普啊，这就跟那个直播带货还电商一样，对吧？先涨价，然后说亲人们，对吧？家人们，我给你半价，对吧？他先涨2倍，让你觉得啊心里舒服多了，占便宜了。这个普京啊玩的就是先涨价后降价。特朗普是商人出身，吃不吃普京这一套也不一定啊。我在节目里面反复说啊，特朗普的政策不可捉摸，对吧？你不知道他不到最后一刻，你不知道他卖了什么药，他会采取什么措施，抛弃乌克兰或者力保乌克兰都有可能，都是他的选项，没有什么不可能，对吧？所以你也不要说啊，特朗普就会力保乌克兰，打垮普京，对吧？但是你也不要说这个，特朗普一定会出卖乌克兰，这都不一定。这个美联社报道啊，他说美国退役陆军上校、国会山报的专栏作家、外交政策研究所欧亚项目研究主任罗伯特·汉密尔顿和外交政策研究所欧洲部主任佩里表示，这俩人都说啊，特朗普对普京表示同情，同时对泽连斯基怀有深深的蔑视。理由是什么呢？说共和党人对乌克兰总统采取这样的态度，部分原因是泽连斯基在导致特朗普首次弹劾的丑闻期间拒
拒绝屈服特朗普的压力。犹如这种私人恩怨，专栏作家表示，特朗普可能会削弱对乌克兰的援助，以迫使泽连斯基与俄罗斯进行谈判。普京可能认为这为新的战争开了绿灯。看看特朗普的格局是不是那么小？这个未必啊。就连这个英国的《卫报》都说啊，他说啊，随着特朗普不久后入主白宫，欧洲的未来可能会出现巨大的不确定性。欧洲多国正要紧急行动，为保护自己免受这位美国总统的影响而做准备。这个斯塔茂也说啊，欧洲需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迪诺夫，也就是那个车臣的阿赫迈特特种部队指挥官呢，他说啊，俄军正积极备战今年冬季战役，对和谈不抱任何幻想。他说，美国下任总统特朗普不会对俄乌战争进程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个阿劳迪诺夫他认为啊，他说俄乌战场上的动态平衡状态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及欧洲盟友对乌克兰的强力援助改变了俄乌在前线力量和装备的平衡。他这个说的倒是对的，客观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啊。对于美国新当选总统的这些希望，也就是俄罗斯人呢对特朗普的期望，主要集中在减少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关注，也就是你特朗普不要嘴炮，看来啊，你少给乌克兰点武器就好办了。这俄罗斯人倒挺实际。这个俄罗斯报道称啊，11月7号，一架价值1600万美元的52攻击直升机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中坠毁，飞行员死亡。这是俄罗斯媒体自己报道的啊，一架卡52直升飞机啊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给击落了。你说这叫什么事？一个无人机顶多1000美元到头了，这个卡52可是1600万美元，这个损失大了。还有啊，这个俄罗斯的独立军事监测媒体叫白俄罗斯哈杰报告称啊，他说连续第4天，俄罗斯无人机大批飞入白俄罗斯。这个俄罗斯最近不是用无人机就沙赫德啊攻击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啊、基辅啊这些地方，结果啊，俄罗斯的大量的无人机居然飞入了白俄罗斯。他说昨晚至少有12架无人机从乌克兰越境进入白俄罗斯，有消息说2架在白俄罗斯境内失踪，也就是飞哪儿都不知道了。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啊，这个卢卡申科命令白俄罗斯航空兵部署防空武器，以应对无人机威胁，这不就失控了吗？上一次卢卡申科抱怨了，这俄罗斯的无人机飞到了白俄罗斯，而且炸毁了农舍，炸毁了居民的房子，然后白俄罗斯还有那个战机啊升空击落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所以啊，咱们一直说啊，这俄罗斯人无论是导弹还是炮弹还是无人机，他只要飞离成功的啊安全的飞离俄罗斯的阵地，那就算胜利。至于他飞哪儿去了不重要，重要的只要是离开了啊自己的阵地，烧高香。这个迪波老人呢，最近在俄罗斯国内啊也有很多亲民活动、亲民秀，对吧？在街头啊抛头露面。有记者就注意到啊，迪波老人这么大的冷的天也不戴个帽子，这记者够八卦的啊。据俄媒11月10日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被记者问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什么在寒冷户外不戴帽子？这个佩斯科夫说啊，事实上我们不会长时间站在室外，有时会，但这是极少情况，所以5到20分钟可以忍受。那意思就是啊，迪波老人虽然头发这个聪明绝顶，君子不顶重发，或者叫智者不顶重发，聪明的脑袋不长毛，对吧？这个虽然外面比较冷，但是啊时间短，忍一忍就过去了。这个俄罗斯的记者，俄罗斯人呢，恐怕也无聊的想拍马屁，但也不知道怎么拍，关心普京的这个健康，对吧？出门呢，大冬天的要戴帽子。这个不是1次2次啊，我记得2023年12月份，这个俄共的总书记或者叫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啊，就非常严肃的批评普京身边的人不关心普京的健康。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一次座谈会上，这个普京啊分享了自己不久前，就是2023年11月份参加俄海军最新核潜艇列装仪式。当然是个冬天了，普京正在那儿夸夸其谈，说咱们这个核潜艇啊，那是相当的威武，相当的先进，清场是遥遥领先。这个还没吹完呢，这个久加诺夫就很生气，说普京同志，我要严肃的批评你，把普京吓一跳，这心里突突的，这不知道这哥们儿要发什么难。结果这个久加诺夫说啊，你到那个什么什么基地啊，参加俄海军那个新型核潜艇列装仪式那个电视啊，我看了，当时室外气温是-15度，你居然不戴帽子出门，作为最高统帅，你的健康关乎整个国家的健康，你生病了，国家就要打喷嚏，你发烧了，国家就要头疼。他说因此啊，对你提出批评，那些没有给普京戴帽子的那些官员应该拉出来揍一顿。你看
普京这个时候啊，这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下，赶紧虚心接受批评啊，说揍人就免啊，都是为了工作嘛，人总有疏忽的时候。俄罗斯商业日报和塔斯社报道啊，当地时间11月12号，俄国家杜马在2读和3读中通过了禁止宣传拒绝生育思想的法律。出席会议的403名议员全部投了赞成票。该法律建议对宣传不生育主义的个人处以40万卢布，大概就是3万人民币罚款；对这个官员呢，处以将近80万卢布，也就是6万人民币的罚款。如果是公司和法人宣传这个不生育主义，那么对公司处以500万卢布的罚款。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表示啊，这不是一部普通的法律，而是一部关于国家未来的法律。为什么会出台这么严厉的措施呢？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人口下降非常快，这个原因大家也知道。不仅啊，这俄罗斯本来的人口出生率恐怕它就在下降，因为那地方严寒啊，加上现在这个年轻人的潮流啊，对吧？这种趋势，那肯定是不愿意生孩子。实际上，俄罗斯的人口本身也在下降，人口出生率不高。更重要的是，这个俄罗斯发动的这个侵略战争啊，导致70万俄罗斯人伤亡。那这70万人，那都是青壮年啊，男性。2024年前6个月，俄罗斯新生儿数量降至60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6万，是1999年以来最低水平。6月新生儿数量同比下降6%，为9.86万，这是俄月度出生率首次跌破10万大关，也就是一年才120万，撑死了。那你说俄罗斯它能不急吗？俄罗斯的死亡率却在上升，对吧？俄罗斯的人口越来越少，你抢那么多地方干啥？俄罗斯出台法律惩罚那些宣传不生不育这个主义的这个观点，那你就能提高人口的出生率吗？显然是无效的，徒劳的。要想让俄罗斯的人口出生率上升啊，基波朗人还是早投降早受益啊！如果再不投降，后面恐怕还有更大的牺牲啊，会造成俄罗斯人口更大的伤亡。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